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10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停伫咧日本yokohama哈马的船石公主号邮轮，即马又搁传出新的病例。最新的消息是，今日早起，搁确定有39个人防卫着。船石公主号这只邮轮顶头，即马确定的病例伫头在增加，看起来疫情是也袂动点。昨昏讲确定的病例是135例，若今日早起，搁加39例，确定的病例即马拢总有174例。船石公主号目前停伫日本的yokohama哈马船顶，已经有174个人互感染。目前船顶嘛有23个咱台湾人，因为船顶的环境有够歹，药啊嘛得欠，所以伊嘛有写批互总统蔡英文讨救兵，希望咱政府赶紧想办法，互因离開这只船。熱の高いとかですね、あるいは高齢の方。そうした方を中心にですね、先行してそうした対応策を取って検査を行っていきたい。日本官方表示，会看情况，先互部分乘客落船了后，再中到日本特派医护检疫人员上船，先互年岁大的人甲有慢性病乘客先落船。日本他们还持续的进行这个海上的这个相关的检疫的工作，那我们当然也要尊重他们这个检疫的程序，还有他们检疫的这个结果哦。那我们会持续了解进度呢，并且提供必要的这个协助。有专家学者指出，传染速度会遮尔紧，主要是食林笋拢伫船顶，而且自助餐食的餐饮，病毒可能透过餐饮传染，佮加上中央空调扩散病毒传播。当然，这里面是一个非常的高危险区，那怎么样做一个适当的救援？那我们积极跟日本政府在研议中。目前船顶有22名台籍旅客甲1名台籍工作员，因为船舱的环境无好，有缘有真侪人陆续出现发烧、咳嗽等状况。传出有1名男性乘客向媒体联络，以写批方式向总统蔡英文化救。批内容讲，85岁父亲一直扫，甚至已经扫出血，希望会当协助落船隔离。另外1名乘客强调家己是战将人士，希望政府出手相救。有关船上旅客的这些心声，那我们都有从各个讯息管道清楚的获知，绝对会去对国人的权益进行保护，进行维护。那同时呢，也是要落实国内的防疫工作，所以我们会去进行一个最妥适的协调与安排。日本政府表示，因为检测器材不足、空间有限等原因，其他乘客原则上也是爱伫船顶隔离到2月19。台籍乘客什么时阵回来台湾，恐怕要等到隔离结束了后。目前，咱国正甲日本政府积极研究中。记者综合报道。昨咱陆委会原本是宣布讲，为着人道的考量，对今日开始，中国配偶的囝儿会使来台湾团圆，也毋过爱配合伫厝内检疫隔离14天。新的措施一讲出来，引起讨论。陆委会昨暗赶紧搁开一摆记者会，解释讲，毋是爱来就会使来，是爱下条件、下资格才会使来，包括未成年，也搁伫咧中国无人照顾，爸母拢伫台湾的囡仔才会使，资格是真严格。同时也考量家庭团聚还有共同生活的一个伦理需求，所以综合考量这些防疫风险与人道因素，那采取了这些强化管理措施。陆委会伫11下昼宣布，自12开始，陆配子女准入境，不过入境了就要居家检疫14天。新管制规定引起外界反弹，才实施5点钟高增加条件。是原来我们在这里生活的小孩，让他回来，但是因为为了疫情上的一个管控需要，现在我们调整，除非第一个他是未成年，除非他大陆没有亲人能够照顾他。这都宣布新规定，陆委会12暗搁增加条件，就要父母拢伫咧台湾才能申请，条件更加严。另外，自11下晝3點開始，無論是毋是自中港澳返來台灣，所有旅客入境攏要寫入境健康聲明書。若是写的内容不實、固執或者是欺騙，相關會當罰15萬。那這邊主要就是在填他們在過去14天有沒有去過中港澳旅行史啦，然後有沒有接觸有沒有這個健康的這個不舒服的一些症狀。那如果有填寫不實或拒絕規避的部分，那我們就會有相關的罰款的。世界衛生組織伫11、12兩天，請全世界400多位專家開會討論武漢肺炎疫情。台灣有2位專家透過線上方式參加，不過受到保密協定，會議的過程未公開。
另外，自11開始，港澳的旅遊建議等級已經提升到第3級的警告，若是無必要，莫去當地旅遊。新加坡提升到第2級警示，民眾到當地要採取加強防護措施。泰國升級到第1級的注意，民眾應該遵守當地預防規定。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香港的疫情，昨昏是傳出香港有2個確定的病例，因住佇同一棟大樓，也毋過隔10層樓。安尼哪會小話？香港政府調查了後，發現講這棟大樓便所的排氣管甲水杯管相通，還佫其中一個患者因徛家，因兜排氣管是無封壩，所以無排除這病毒是因為安尼傳出去的。真濟檢疫人員穿防護衫，佇社區1樓等環境的採樣。居民掛水淹坐水台巴士鐵離，這是香港經醫長康村的康美樓，正傳出無共樓層的居民確診感染武漢肺炎，港府透明鐵離大戶以免疫情擴大。幾時開始有咳啊？你咳到幾耐？307呢個單位裏邊咧，我哋初步嘅理解係有關嘅住戶咧，可能係進行過呢個係自行嘅改裝嘅工作。咁由於佢係將呢個排氣管咧，嗰個咧係做咗一個係改動咧，咁變咗我哋嘅同事咧，今天咧就會再去現場咧作深入嘅調查。雖然鐵離大樓居民了，也是有4位大戶出現疑似鏡頭，其中第42例確診個案的62歲女性，加第12位個案75歲患者，攏是住佇咧經醫長康村康美樓的控制單位。雖然計量10層樓，也毋過2個人先後發病，佫是住佇咧頂個層樓。港府調查了發現，2個人住的單位便所的排氣管加細管相透，而且大樓下這位因兜的排氣管無密封，無排除病毒是透過這個方法傳播。香港各界也開始擔心深受社區感染的情形。特區政府係高度重視呢個個案嘅。所以衞生防護中心呢已經係聯同工程師同埋專家進行詳細嘅調查。呢一個詳細嘅調查呢喺今日會繼續進行。因為這個病毒會從大便排出，所以它會從我們的大樓的下水道這個系統出去。那如果這個大樓老舊，然後它的化糞的功能或者這些滅菌的功能不好，然後可能有些管線出問題的話呢，這個病毒會往哪個方向跑？很難預測。醫生講，武漢肺炎病毒若佇喙瘻噴到空氣中了，會用什麼款的方式傳染，攏有可能。民眾若要保護家己，上好的方法就是接水手、掛水煙。記者綜合報道。關鍵來關心新型冠狀病毒佇全世界確定的病例，即馬已經超過44000例。咱來看上新的統計，即陣佇中國有44479例，1113人死亡。咱台灣並無增加確定的病例，目前的病例也是1718例。日本的病例即馬算上公主號頂頭有174例，日本本土是26例。其他的所在有新增加病例，伫香港目前是49例，新加坡47例，馬來西亞是18例。歐美的國家，美國是13例，英國同款是8例，其他的國家並無新增加新的案例。來關心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即馬已經有正式的名。世界衛生組織 WHO 昨昏是宣布講，新的名就叫做 COVID-19。強調這個名無指地點，無講動物，嘛無記是啥物人。WHO 嘛頭一擺講，病毒的威力贏過恐怖攻擊，所以要認真面對。We now have a name for the disease, and it is COVID-19. WHO 在日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學名叫做 COVID-19。秘書長譚德賽講，這個名無涉及地理位置、動物物種、個人甲群體，以免污名化。伊也講，疫情恐驚對全世界造成嚴重威脅。This remains very much an emergency for that country, but one that holds a very grave threat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unless we use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that we have now. WHO 也強調，病毒會引起政治、經濟、文化動盪，威力更加強過恐怖攻擊。第一批疫苗應該當地18個月來準備好勢。The first vaccine could be ready in 18 months. So we have to do everything today using the available weapon to fight this virus.
COVID-19 的疫情继续扩大，不过医界对病毒的了解有限，甚至验几多遍才确诊。日本昨日就出现2位自中国坐铁桥专机返来民众，隔10几天才确诊，因第一遍检验拢是阴性，其中一个人是验2遍才确诊，另外一个人是到第3遍才出现阳性反应。中国传染病学专家钟南山加研究团队昨日发表论文讲，病毒的潜伏期上长到24天，不过这是极端案例。这24天呢，我们仔细的看，在这1099人里头，只有1例，也就是说占1/1000还不到，所以这个来说，用一个极端来以偏概全呢，是不合适的。钟南山讲，因研究的病例，大部分的病人潜伏期是2天到7天，中位数是4天。不过这篇论文不是正式文章，袂当做临床依据，也袂当过度解读。伊也讲，中国的疫情有期伫咧2月中或者是2月底到上高峰，可能伫咧4月时阵结束。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过来，咱做伙来去看今仔日的报纸重点。先来看《澎哥日报》，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南韩政府是建议韩国人唔好来台湾，嘛唔好去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甲日本这6个国家。来看《联合报》，除了武汉肺炎嘛爱涉及流感，虽讲流感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啊，也毋过这一摆流感重症病例要挖1000例，这是创下5年来的新高。顶礼拜有通报56个流感重症病例，有14个人死亡，其中有1个敢若23岁。来看《自由时报》，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观光业甲运输业，交通部报行政院提出短期的纾困方案，按算要投入196亿来救火。若搁加上观光升级这款计划，总金额有496亿。嘛，因为武汉肺炎，菲律宾宣布禁止台湾人甲中国人入境。台湾的旅游业者甲航空公司无伫咧第一时间接到通知，所以有一团观光团打飞到菲律宾，85个台湾人就封挡伫咧机场，无法度入去菲律宾，结果随个坐飞机返来台湾。这位桃园机场飞去菲律宾准备度假，无到24点钟，因为菲律宾政府发布中港澳甲台湾禁止入境，台湾旅客伫机场大厅被困一暝，搁飞回来桃园机场，假期就安尼去了，旅客是真无奈。前面的门也是一样，全部关起来。这边站那边都是菲律宾籍的，这边他办一次进来就叫我们坐到这里来。铁门锁着，然后铁椅把它门关着，不让我们出去，把我们锁在2楼。对，然后铁链都锁着，外面还有警察一直走来走去。旅客翕当时的相片，当地工作人员用锁啊围条咧，要求袂当落楼，就安尼踮伫遐一暝。大家拖行李非常忝，最后被安排坐原来飞机等来桃园。去苏富甲长滩岛航班，台湾旅客入境拢受阻。有马尼拉大商听讲可能断航，赶紧等来台湾。说断航，后来呢？你后来我们联络旅行社在通知我，对，说可以了，复航就对了，差了1个半小时。那你们有反正讲无得回来了？有啦。对台湾旅客被禁止入境，华航目前飞马尼拉航班正常。毋过只受理菲律宾籍甲替当地永久居留签证的旅客坐飞机，中间采用并邦处理，再去往返航班的跨境所调整。观光局指出，目前伫菲律宾也有差不多500多名台湾团客，大概有21个团体，然后旅客有542人。这些旅客可能后续还有一些行程、机位的安排跟航班的移动或改签的东西，旅行社要特别去注意。观光局统计到1月底，受菲律宾禁令影响的旅行团甲旅客有83团，1680人。会要求旅行社妥善处理该团或者是退订。针对目前也咧当地团客，2地因为还有航班往来，若团客班机被取消，会要求业者安排旅客签转，确保顺利回国。记者综合报道。菲律宾讲，因是根据一个中国原籍拒绝中国、香港、澳门甲台湾的旅客。咱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强调讲，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台湾是和真侪国家根据一个中国这个原籍牵拖着，所以咱台湾政府会继续向世界沟通。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日到中华邮政的配送中心慰问人员辛劳。菲律宾民航局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初十的半暝突然发出公文，拒绝任何直接来自中港澳也过台湾的旅客入境。对于菲律宾的动作，苏院长也感觉无奈。这一次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台湾除了受
疫情之害外，也受这个一中许多国家不了解的牵连，让台湾也受害，很冤枉。原本回国，卫生部处长蔡十伫记者会上表示，既然对中国有临时旅游禁令，其一中台湾也包括在内。另外一位处长却表示，政府也未做最后的定案。消息指出，菲律宾驻台代表处高向外交部澄清，强调相关发言并不是菲国官方立场，只是蔡十报名啊。菲国民航局突然发出公文，拒绝台湾旅客入境，因为咱国过去捌因为广大幸福渔船等事件3度冻结菲国渔港。今是安尼是冻结的反制措施，外交部强调也来透过各种管道交涉。菲律宾在昨天晚上，在昨天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他们就直接了去通知了菲律宾的民航局，不准台湾人民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等等入境到菲律宾，所以就是变成他们之间平行之间呢，并还没有这个做完整的一个沟通跟一个协调。劳动部表示，今是对菲国做出冻结移港措施，目前无做这款的讨论。外交部强调，会继续甲菲国交涉，甲因讲台湾并不是中国的疫区。所以长也强调，除了要帮助滞留旅客回国，也会继续来沟通，希望两国会当维持正常往来。记者综合报道。再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只有伫咧东半部甲西半部有低渐雨。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的天气较稳定，嘛较温暖，日时高温大约是25度到28度。明仔载水邦区方面会通过，也毋过温度未落真济。也毋过礼拜日有另外一波方面，到位的时，毋但水气有较高，而且阁有冷气团，甚至是寒流的级数。所以礼拜日到后礼拜三会足寒哦。乡亲高衫甲棉被先莫收。另外要提醒乡亲，明仔载有方面会通过，所以明仔载到拜五，咱全台湾可能拢会落雨，甚至有可能会死呐。但雷公乡亲若出门，一定爱查雨码甲雨伞。台北市内湖的新明路附近，自七八开始就一直讲有真高的汽油味。中油嘛伫咧附近的国小成立紧急的应变中心，已经乌路乌3天啊，毋过到呾也未找着讲是倒位啊跌流。民众徛伫咧边仔看中油的人乌路，伫吹背时阵，内湖区新明路就一直闻到真高的汽油味。民众通报台北市政府，因为附近有中油公司的输油管。市府赶紧通知中油前后乌晒所在拢找无，昨伫咧成功路交流道边仔乌，希望找到破损点。我们大概已经有开挖了4处哈，那也都做过检查，那也都证实它是没有问题之后就把它回复。那接着我们还会尽速哈，针对最后剩下的几个点去做一个修理。消防队伫现场戒备，路也封起来，抽油水机一直喷，因为油也阁伫咧流。到昨为止已经回收6万公升的油水。从一开始就做预防性的一个处置。我们的抽油水车在这个地方，我们目前来讲是大概抽了6车。中油讲回收的油水含油量正低，所以唔是大量漏油，表示漏的点正细。也毋过一直到即马也是找无倒位漏。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来关心中国的武汉肺炎疫情严重，感染者已经超过4万人，有1000多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日伊出现伫咧北京，这嘛是疫情拖个大，伊头一摆行入民间接触老百姓。挂外口的水岸，牛体温7日下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北京朝阳区安华里社区进行防疫视察，嘛甲在人开讲，强调一定能拍赢这摆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疫情。菜价怎么样？菜价还行，挺好，非常时期就不握手了。但是咱们呢，但是一定要有信心，没问题，一定可以克服这场疫情，一定能打赢。了后，习近平这是去北京的地摊病院，卖用实行鼓励武汉的经营摊病院、火星山病院防控13人员。这是习近平伫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了后，头一出现伫防疫诊所。外界认为，疫情爆发了后，习近平真少出现，就是咧降低家己面对疫情的政治冲击。当然，中央抗疫小组的组长嘛交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那习近平7日出现，是伫背回外界认为伊领导地位不稳的风声。另外一方面，疫情爆发了后，中国当局动用校园、体育馆来去封城病院，收真侪感染的病人。
目前上无完工十无组，暗过内部相片流传出来，患病床根本无隔间，病院发生停电状况，几千人斗阵用这便所，常常听到酷声声音，嘛看无医生或者是护理师登记病情。虽然讲强调院内未出现互相感染，暗过互外界真歹相信。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考验领导者，疫情嘛考验人性。中国嘅武汉肺炎和当地医护人员打，所以各地拢派要2万嘅医护人员赶紧去武汉要斗3工。不过即马伫咧网络嘛有风声讲，别位嘅医疗队一到位，医疗物资就互乌北嘅政府全部砸去。不过中国嘅公安讲，这拢是假消息。坚决完成任务！坚决完成任务！铁江卫视报道，初到新人民病院头前800外医护人员全部挂翠安一盒参加出征仪式。因所组成的第3批紧急医疗队准备要坐车去武汉，加入去医疗工作。因为我们都有个报名，所以我们东西都基本准备了一些，然后就是时刻都准备着。中国国小有真侪医护人员自愿去武汉重灾区斗3工。中国媒体报道，到初9已经有要2万人参加。毋过网络面顶却出现消息讲，江苏铁江医疗队到武汉了后，却去互乌北政府直接伫咧机场甲医疗物资甲行李抢走，批评乌北官员真正是无人性。毋过消息才打公布，江苏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的官方微博，就大媒体报道指出，医护人员表示行李毋是碰见，是延后摕到，强调讲网络面顶讲的传言拢是假。因为他那个一车上面，他既有这个医院的，也有其他医院的。如果说我们这一车翻漏了，然后他就会到下一站去。毋过，敢真正有发生铁江医疗队为着自保家己砸来医疗物资，去互当地政府全部提去。目前还阁无法度证明，去互指控的乌北政府嘛无出面说明。不离个伫咧防疫的重要时阵，乌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甲省健康委员会主任2个人去互撕掉。央视报道会交予新教人民生常委王浩成来兼任。伊伫咧探视外来医疗队的时阵，提出一定爱赢零感染的工作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武汉肺炎伫英国有假死的病例。那美国总统 Trump 伊是讲美国感染者已经要好啊，伊嘛讲按算到4月时啊，疫情就会较掂。武汉肺炎疫情拖烧到全球，美国纽约时报广场车站出现一台1.5公尺宽、挂有线面容的机器人，协助提供病毒相关资讯。透过机器人显卡头前的触控荧幕，写短短问卷，实际用甲机器人进行对话，吸不少路人好奇来看。That was interesting. It was okay. It was different. Something to have the full New York experience, right? 美国上新武汉肺炎确诊病例43例，总统川普强调大部分病人状况真好，甚至大打有请，疫情一直4月转好。A lot of people think that goes away in April with the heat, as the heat comes in. Typically, that will go away in April. We're in great shape, though. 英国是伫7日宣布新增加4个确诊病例，总确诊人数8例，新增加4个病例，拢甲进前为新加坡回英国确诊的第3个感染者有关系。英国政府将防疫级别升级为严重紧迫威胁公众健康等级，互卫生部门强制隔离感染者权限。各学校因为有人去中国旅游以后身体无舒适，规期宣布停课。专家烦恼，照超级传播者，也就是比一般人用传染互更较侪人的感染者，武汉肺炎恐惊会传更较紧、更较远。It's spreading at a very similar pace to something like H1N1 or indeed SARS. SARS was a little bit more contained because most of the cases were relatively severe and therefore most transmission was going on in hospital rather than in the wider community. 面对国际疫情愈来愈严重，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切实警告，未来可能出现更加严重的传染。In recent days, we have seen some concerning instances of onward transmission from people with no travel history to China. The detection of this small number of cases could be the spark that becomes a bigger fire. 谭德赛强调，全世界要团结对抗病毒，确保疫情未失控。记者综合报道。嘛是灾情，这是天灾。
巴西圣保罗因为落大雨，落破至37天来2月份雨水量的记录，害交通袂顶袂当乱糟糟。另外，澳洲嘛在落大雨，真侪城市的居民撤离。不过好消息是，这阵雨嘛，互澳洲的火烧山一寡所在火化去啊。 镜头面顶，这个查甫人徛伫已经准备去向引吊的车顶，摕雨伞大力滴的，希望讲即摆拄空中降落来的吊拿会当家己载走。落尾总算是成功去向救起来。查查即天，圣保罗的直升机、树林船、迪拜啊等等的救援任务拢真无用。有人看到空中吊拿离开，可能会当继续抓雨伞，坐伫车顶等待。官方宣布43间学校停课，公车敢若部分继续伫营运，市区的地铁嘛取消部分的车帮。Já moro aqui em São Paulo há 22 anos e eu nunca vi isso na minha vida. Estou há meia hora tentando chegar aqui na Alphaville e não consigo acesso para lá, tá difícil. 圣保罗全市的交通差不多拢无法度行，3点钟以来，降100毫米的雨量，2条主要的河泰迪河、甲边河落雨的水淹出来爆发外口，泰迪河的水位从15年以来上悬的，而且水向较崎岖的所在去，行路全部去用引吊，连大卡车嘛变做浸水车，有的所在有真大量的路沟嘛会塌掉咧，有的车浸水，有的车去用流去，看得出来雨是来甲真紧。国家气象研究所指出，即届落雨已经创37年以来2月份上济雨量的记录。这是伫咧澳洲雪梨东岸的海岸边，因为透大风、落大雨，应一直拍起来。地处海水伫咧强烈的冲击之下，就那像是伫加牛奶泡共款，变做真特殊的模样。新南威尔斯24小时以来降超过200毫米的雨量。有真侪城市的民众去向江边撤离，有50间学校停课。若是雪梨过去4天降雨量391.6毫米，嘛已经创自从1990年以来上济雨量的记录。特别开始的大水雨，随望地区部分人员去向调理。超过10万户停电，毋过嘛有好消息，新南威尔斯30位野火去向拍花，包括伫咧过去74天，甲要50万公顷土地烧掉的库洛湾野火，还有5位原本也未控制掉的野火。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司法部开记者会宣布，要甲4个中国解放军的成员起诉，因为因这4个人自2017年开始入去美国的网站偷摕资料，伫资料库内底变鬼变怪，至少1亿5千个美国人的个人资料互偷摕走。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4名中国军方黑客。这个案件发生在2017年，涉案的4名黑客五指用这个人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因偷的美国国民资料达到将近1亿5千万人，包括受害者的名、生日、住址、社会安全号码、甲驾照资料，将做历史上上大黑客案件。I'm here to announce the indictment of Chinese military hackers. Specifically 4 member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or breaking into the computer systems of the credit reporting agency Equifax, and for stealing the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nearly half of all American citizens. 美国政府用1年外时间调查，发现这黑客藏伫20个国家，拢总34台伺服器内底，软性平公司的网络漏空，用中毒软体偷美国人的个人资讯，甲公司的智慧财产文件。受害者，佮包括英国佮加拿大的部分客户，和美国司法部长批评，这根本是超过于侵害美国人民的个人资料。If you can get PII of people,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you can do a lot with that. That can be monetized. It can be used in many, many ways. It can be used for targeting packages for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That is certainly a possibility. We have not yet seen that in this case to our knowledge. That doesn't mean it will or it will not happen in the future. 外国媒体报道，目前4名解放军黑客下落不明。虽然美国政府有黑客伫中国，说真难，互因伫美国接受审判。而美国嘛毋是头一届指控中国军方用黑客入侵美国公司偷资料。2014年，美国头一届起诉中国黑客了后，捌伫2015年达成一个协议，希望阻止这款行为。即马美国政府分析，黑客除了偷走这个信评公司研发的智慧财产文件，来加强中国开发的人工智慧外，佮发现其他美国公务员的系统资料库，嘛受到真相同的黑客攻击，认为这嘛是中国黑客做的。记者陈世彤报道。
镜头搁等下咱过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开工的时间。那咱台湾有真侪银行嘛伫中国有分行，目前也搁有大概100个台湾的干部留伫中国。全国金融业工会联合会总会就要求政府爱叫银行袂使硬派劳工去中国，若准中国疫情变甲搁较严重，劳工有权会使拒绝头家派工。武汉肺炎疫情真严重，致使中国最近小连续对真侪城市采取封闭式管理或者是封城。目前台湾有真侪银行伫咧中国拢有分行或者是主行，为着保障台湾劳工的健康安全，全国金融业工会联合总会发文劳动部甲金管会要求银行袂当指派劳工去中国，若是疫情变严重，劳工会当行使退避权。必须是政府这边出来以公权力来行使那。否则的话，劳工不敢就是自己去判断说我要不要继续留在当地哦，因为这个会构成可能旷职或是没有到办。目前国内总共有15间台资银行去中国发展金融业务，其中分行有24间，主行有5间。根据金管会了解，疫情发生了后，包括土地银行、台湾中小企银、台北富邦、台湾银行、中华银行、永丰银行、兆丰银行、华南银行合作金库等等，9间台资银行、12间分行也是主行，伫咧武汉、南京、福州也是宁波等等受到影响的区域，有101个人留伫咧当地，目前状况真好。目前我们要求的就是说，总行要全力来支援它的防疫的设备，然后做妥善的因应。那我们反对说很强行也不愿跟员工沟通，也不让他理解我提供你什么设备，就直接一个派令就邀他去中国大陆。劳动部表示，目前政府宣布中国地区立即起2级以上的流行地区，头家因应疫情，应该避免指派劳工去中国疫区，会当采取实信或者是网络等等其他方式来维持营运。若是雇主强迫要求劳工去中国疫区做工课或者是出差，致使劳工有权益受到损害，劳工会当用安尼做理由来结束劳动契约，雇主嘛应该爱付资遣费。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资本讲2月初10要开工，若实际上只有疫情无遐尔严重的所在才有开工。有台商讲，虽望苏州有照时间开工，也毋过即马企业的防疫做甲真严。我们预计在月底，但是要看政府这边核准。开工日也伫申请当中，伫苏州的工厂计划伫2月底复工。不过台商表示，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地方政府检视企业防疫措施真严格，不止催暗酒精数量爱充足，也搁爱量体温。就连员工作业环境也要求平均8点钟消毒1摆。大概每隔8个小时左右，你就一定要做一些消毒的防疫措施。员工吃饭的话，基本上会就用战术，就是拉开大家吃饭的距离。4个的话，可能大家做1、3个，避免就是吃饭的时候导致个飞沫这样会有传染的问题。公司复工防疫管制高标准，不过现阶段返工率无悬。有台商透露，毋是当地员工入城，会升起防疫隔离站，搁送去隔离住所隔离14天。瑞士银行经济学者分析，武汉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比2003年SARS较严重。湖北正式的有封城，另外其他的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交通，或者是片区采取这个封闭式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延迟返工等等。经济的影响应该是会大于非典的这个影响。封闭式管理致使中国工业生产停止。虽然评估中国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衰退，差不多伫3.8%，初估损失620亿美金，全年 GDP 6破6，差不多5.4%。有外国媒体报道，中国已经近100间企业摕到无可抗力证明，准备要求供应商延后出回复客户，或者是中断合约。主力在中国台商恐惊是系列的厂房伫中国国省的风险是更较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中市政府永贵区的办公单位，也就是台中州厅。伫林佳龙做市长的时，有甲文化部签好势，讲要交予文化部代管30栋，要来做国美馆的二馆。也毋过现任的市长罗秀燕甲地方联署表示反对，讲要留落来予台中家己规划。巴洛克式的建筑有古典风格。台中州厅伫新市政府完工了后，也是成为台中市的指标建筑。伫前年市长林佳龙时期规划主建筑群征收，无想交予中央代管，现任市长罗秀燕坚定复决。不希望官署迁走，也不希望无偿交给中央。遵照民意如果修复完以后这些官署会再迁回来。
台中酒厅伫日本时期就是台中市旧城区的重要建筑。95年11月，公告指定是市定古迹了后，民国108年4月，公告指定是固定古迹，也毋过因为年久失修，前任市府伫106年核定编列2.5亿，中央补助3.8亿预算，预计今年5月动工。当时规划台中酒厅将由文化部代管30年，并且指定规划是国美馆台中酒厅园区，也就是国美馆，也毋过地方连续反对。趁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向中央来很充分表达我们地方的一些陈情、一些声音。我们也希望中央可以充分的尊重我们地方人的想法。台中市府表示，文化部原本规划代管两地甲周边的土地30年，地方出现真侪无同的声音，表示可能予旧城区的规划欠整体性。文化部表示，原本规划方向希望甲现有的国美馆配合，是台湾美术史设置专属展场，也毋过目前台中市府已经有规划，表示遗憾。台中州厅已有明确的规划，本部对于市府的决定表示遗憾。本部先前已开始另外寻找合适的地点来建置。文化部表示，已经开始找另外适合地点建置。市府表示，修复完成了后，除了会维持现有的办公厅舍，也会有艺文空间，也会甲文化部进一步协商。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东，今年旧历过年新正年头，有发现一只20公尺长的南海翁死伫台东的海岸边。经过研究团队破腹验尸了后，即马已经确定讲，这只海翁是过身了后，才予水抢到台东的。长度达到20公尺的大海翁，就摕伫台东的海岸线顶面。今年的旧历新年初一，发现一件海翁掉伫海岸的案件。当时，新台海洋生物鲸豚研究中心初步判断是世界第2大体型的长须鲸，但是经过解剖 DNA 比对了后，确定是台湾有记录以来第一只掉伫海岸的蓝鲸。尾鳍的形状跟其他的相比，然后背鳍的位置在身体的哪一边？然后一直到其实最关键是第3天解剖的时候，那个头骨解剖开来，看到它的这个颞窝的部分，那个部分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这个蓝鲸的这个特征的 DNA 检验出来，大概呈现99.28%左右的这个比例是蓝鲸。过去台湾唔捌有蓝鲸出现过，大部拢是伫高纬度的海域来活动。新台鲸调中心是研判，这只蓝鲸可能是死亡真久，随着洋流漂到台东的海岸。伊发现这只海翁的时阵，伊的胸坎甲伊的喙拢去用鱼骨低调的，嘛正是伊死亡的原因。其实我们在讨论说，它到底是随着洋流飘过来。对，因为像我们已经事后知道，它可能已经死亡时间估计大概3-4个礼拜以上了，因为它已经瘦到那个几乎是后面是皮包骨的状态，然后它嘴巴馋到没有办法进食，所以它到底饿了多久，其实我们不知道。蓝鲸是地球上现存体型上大的动物，身体的体长大部分是21到22公尺，上悬有33公尺的记录。而新台鲸调研究中心是表示，对伊的骨头来看，这只海翁搁伫咧成长当中。研究单位是已经保留蓝鲸的骨骼，将伫咧相关处理了后做成标本。而有关于标本的安置以及展示的地点，都还未讨论。记者吴正云台报道。望春风的作词人李林秋，伊住伫大稻埕的旧厝，伫2009年获公告做历史建物，却因为伊的孙发生债务纠纷，即个旧厝已经互法院拍卖。这条大家拢会晓唱的《望春风》，由李林秋作词，郑宇贤作曲。当年李林秋就是伫咧遮台北市大东区西宁北路的客家创作。李林秋伫咧1979年过身，这栋建物伫咧2009年6月份去互公告做历史建筑，外界拢叫这个所在李林秋的古厝。即马传出李林秋的孙仔甲厝提起贷款，去互这款人以正悬的计数追讨，过去法院败诉。这款人即阵以2500多万拍卖。第3标的时候1550万嘛，我用1600万哦，会较标起来。上好就是政府，主管机关的文化局吼，也是文化部吼，会当将这个三观给买起来。因为买起来了吼，我会将即目前所有的软体吼，
管了政府。强调李林秋古厝并不是个人的资产而已，佫较是社会共同的资产。李林秋的后生李秀刚希望政府会使重视保存历史建筑物的工作。就算讲李林秋古厝有历史建筑的文字身份，不过产权属于私人，但文字法也无规定文字袂使买卖。不过即阵有优先购买权的主管机关台北市文化局并无意思买卖。初步评估目前没有。OK， 没有购买意愿。自有产权这个部分，我想古迹历史建筑的管理维护，我们都希望说私人跟公部门一起来嘛。那他的家属或是以后的买受人都应该依文书法相关规定来做后续的管理维护啦。因小爸爸对文化热爱，李秀刚伫咧大稻埕导览推广艺文活动是真骨力。最近伊也会请艺文界的朋友来参观。望4月初8到8月迄一日，这个超过100年历史的古厝会使被救掉咧。也希望未来比较艋舺林家古厝历史建筑物转型的案例，甲这个所在关乎政府，再个由伊个人来负责训练志工，维护历史资产。记者阿明经由随王德新台北报道。地园风送头，咱来去南投的民间。这个所在真侪地园已经开始咧收成，也毋过前一阵仔气候变寒，搁落霜，所以第一站有诶是冻甲翻乌，地农的损失上无3-4成。地农一前一后，无因咧用机器剪地叶。南投民间乡的地区最近应该是采收的季节，不过正月底温度降到敢若3-4度，兼搁落霜，袂少地园拢受到旱害，地树受伤，地叶乌一片，农民只好甲这地叶拢剪落来。已经，迄个叫冻伤去了，过来就是像咱采去冰着安尼，啊起来就拢无效去啊。民间乡这次受到这个旱害的情形非常严重。民间乡总面积它有2000多公顷的面积依我们现在初步的估计，可能达到40%以上。南投地的建造面积有2000多公顷，所有4成受到旱害，损害袂少。农民为着降低损失，先剪掉地叶，佮加强病虫害甲水分的管理。因为你即摆若无剪掉后水就当积伫做伙佫后水若有雨水期。迄个要工嘛歹救，要嘛要采收的积几个就对了，无法度采收。民间乡公所已经甲地树旱害的状况通报南投县府，会动农政单位来勘查。民间乡公所表示，各地园损害的程度无同，目前还未达到补助的标准，因会尽力来协助农民处理，希望当减轻地农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做事人靠天食饭，咱台湾有9成的蒜头拢是对分林来的。不过最近有农民反映讲，剩1个月就要收成，结果即马蒜头在叶啊烤出来蒜头是搁青搁细粒。专家看过了后，认为讲嘛是天气害的。规大片的蒜头园，分林蒜农来到园里，因讲差不多3月初，这的蒜头就爱采收啊。不过即阵这蒜头的叶啊，烤出来蒜头又搁细粒啊，实在唔知影要安怎卖。正常拢发起来拢会差不多安大块，上届无遐细长个还搁安的啦。是现在过年期咱拢去互销了。你希望讲咱的政府也是有关单位会当甲你协助？会当补助出。云林县当地种蒜头的面积差不多4400公顷，蒜头的产量占全台湾超过9成，是云林县重要的农业经济作物。这阵蒜头若亲像因为受到天气变化，连咪热连咪寒，地区蒜头袂大。云林县特别请农改场的人，也有病虫害的专家去县中乡会勘了解原因。前一阵子温度如果说都是30几度然后又是1个礼拜，然后1个礼拜完以后温度又降下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对它的肥大会有一点影响。超过1个月搁1两个月要收成那总讲迄个时阵产量整个受到影响，我嘛希望咱中央会当体会农民甲咱农民进行这个灾害补助啦。专家初步排除是病虫害的因素，现场野产样水质也阁有土肉进一步化验。云林县农业处长桂胜德表示，县府若完成发文予各乡镇了解蒜头受损害的这个手续了后，确定有符合农业天然灾害的救助条件，农民就会使申请补助。记者综合报道。
免啦认捌故乡，认捌家己的文化。屏东的嘉东国小音乐课就教囡仔唱客家歌谣，嘛请这写歌的创作者亲身来教囡仔安怎唱，透过歌词，要互囡仔认捌客家文化。歌词写的是面拍板的特色，佮有一个客家点心，为怎样会受到乡亲的喜爱？屏东的嘉东国小为着让学生囡仔更加了解客家文化，特别伫音乐课教因唱客家歌谣。板条是嘉东的一个特色，那刚好我们肖吉子主任他又自己创作了这条面趴板，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歌曲融入我们的课程里面，培养他们爱乡，然后爱我们这一块土地的情怀。这条歌是早期嘉东在地音乐创作者肖吉子的作品，学校特别请伊来教学生唱歌。肖吉子嘛趁机会，教囡仔强调面趴板这个客家点心，已经成做客家文化的特色。大家不嫌弃这个，因为这个是尝试的最早期的作品，能够这样子推广出来，我是觉得与有荣焉。那么小朋友现在真的是客家话，真的是几乎都快要忘掉了。那我们就借这个歌曲来跟小朋友讲这是什么意思。校方嘛讲，透过教学生学唱客家歌谣，唔但会使互因了解客家文化，嘛通培养因爱故乡的情怀，互客家文化继续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要认捌一个所在，嘛会使用旅游的方式。有一阵真介意中华的少年人，因就用小旅行的方式，互游客会当认捌中华。总共规划了16条路线，互游客去中华，唔那是行看看呢，也可以当家己做家己早家己做的这伴手等路回去处理。旅考中华是一阵中华的少年家所成立的知识体验平台，因规划16条旅行路线，沿路拢有在地的手工艺术拿小解，互游客了解中华日常生活甲文化特色。你慢慢来，阮我都好好来教，好好来甲你解说。老师嘛讲甲足欢喜，听众嘛听甲足欢喜，嘛做甲足欢喜，安尼就上好诶。这就是我希望的上好的一个方式安尼。参与团队运作的少年人，因拢有家己正式的头路，敢会当利用休困时间，甲大家斗阵来讨论未来的规划。这款的模式，嘛，互离乡的少年家开始改变家己的想法。但是伫咧我26岁、27岁的时阵，我倒来厝的斗3工，我无想要甲人脱节啦吼，就来参加着这个读书会。无想到伫这个当中，你参加了后，会当有新的知识，会当充实家己了后，你阁会当来为着。在地也好，还是外地游客，咱拢会当来个导览，来个讲解。我感觉这是为中华做的代志非常赞的一个部分。旅考中华创办人曲明宪，甲真侪理念相同的少年家苦斗阵，像园林的周俊伟，伊就发行刊物，要互大家看见无同角度的家乡。这期的刊物名字叫做《开店人生》，湾吹留乡、移乡跟返乡各3间店家去做采访。对旅考中华团队工作团来讲，用在地旅行带大家世界行踏，上主要也是希望大家当因为安尼了解中华，其实是一个真有文化地理的城市。记者罗敏珠、连新维中华采访报道。世界真新鲜，咱来看过去男女朋友在交往在行，有的是靠人介绍、靠相亲，若即马是靠网络约会愈来愈实行，所以真侪服务嘛对咧起行，而且也有生意通做。即摆人若要熟悉新对象，拢毋是亲戚朋友介绍，是用即种手机的约会 APP， 用总头啊点几个就超好势。若是经朋友的范围增加，安排约会金钱甲时间的成本也降低。若是尾仔发现对方甲家己无相合，想要拒绝的时阵，交友软体也能替大家省真侪麻烦。根据美国上新的一项研究调查，30%的美国成年人有使用约会相关 APP 甲网站的经验，也若是30岁以下的人有到一半人用过。规个产业甲周边的价值真大。I think the total market valuation of the 3 or 4 majors is probably approaching $30 billion on an equity basis. 网络约会除了带来社会改变，互男男女女会当扩大甲人的交流，有更加侪机会了解家己想要找什么款的伴。
对经济层面有正大影响。像讲，真侪男性可能为着要互家己伫咧约会两地顶头看起来更较吸引人，会买一寡美妆产品来装扮家己，连带带动男性美妆消费市场。不过，香水的销售就无明显，因为伫咧网络是看会到、听会到，不过翕袂到。They now control such a large percentage of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go on dates that we think they can sell event tickets, that they can sell bar and restaurant reservations, that they can sell cosmetics, that they can sell clothing, all the things you need around going on a date. 专家认为，交友软体发展的占着正大，除了 APP 本身的付费制度，若是咱甲周边的产业深度合作，互使用者去买其他服务，敢若是赚抽成就真多。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在行，时代在改变，人造肉嘛是未来食品产业的趋势。过去做的拢是牛肉、猪肉这些，也毋过即马连海产、虾仔肉嘛做会出来，咱做伙来看卖。亚洲文化一定爱有海产，团团市场真大只虾仔，好食又个营养。不过，若是实验室内底用干细胞培养出来虾仔肉，口感敢会共款。It's minced meat, so that's what it tastes like. The taste is pretty much what you would expect out of a restaurant. 两个原本伫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工作女性干细胞学者共同创立一间人造肉片公司，因为活的虾仔提出细胞浸伫特殊的粉红色营养液，保持恒温，让细胞生团，生出口感甲真正虾仔同款的肉。That you have cells growing inside of this, and once we let this go on for a couple of weeks, the next step is to convert the stem cells into muscle fibers, which is your meat. 这几年来，消费者对肉片健康、动物福利甲养殖件破坏环境是越来越烦恼，代替肉类需求开始增加，已经有20多间新创公司，当地研发实验室做细胞培养的牛肉、鸡肉甲鱼肉。业者估计到2029年，产业规模可能会到1400亿美金。我们这一辈的人应该不接受，因为吃习惯了野生的。我会试着买，看怎样，因为海洋也生物也越来越少。新加坡这间新创成立拄成立半年，就成功培出虾肉，生产成本伤高，即嘛是一个问题。不过业者应该大有抢合作，卖成本会当降低。到时阵可能开始供应给华联的高级餐厅试水温，目标是伫明年变全球第一间实验室肉片上市成功的业者。记者综合报道。生态真正爱保育，因为美国的生物学家最近伫咧南极就调查发现讲，当地直接看到这种徛鹅，因的数量已经比50年前减7%。科学家讲，因为南极伫咧过去20-30年温度有爬悬5度，冰伫咧扬，徛鹅就无所在大。伫南极半岛定定看到极温徛鹅正伫咧饲囡仔。这种徛鹅因为自下海到鱼仔有一条乌线，佫是乌头白面，看起来袂输敢若滴一顶帽啊，也互人叫做无大徛鹅。有两位美国的科学家最近伫当地做的调查发现，敢若是伫咧象岛，这种徛鹅的数量竟然比顶一遍1971年所做的统计减少7%。科学家也惊一个。That something's happening to the fundamental building blocks of the food chain here. That perhaps it's with the primary productivity, the phytoplankton or zooplankton, or perhaps it's just with the krill themselves. But we've got less food abundance that's driving these populations down lower and lower over time. And the question is that going to continue? 科学家讲，过去20-30年，南极的温度增加5度，顶礼拜也测到当地史上上悬的温度18.3度。和冰层快速溶解崩乱，破坏徛鹅的栖地，影响徛鹅食物链的供应，包括极温徛鹅、皇帝徛鹅甲国王徛鹅数量拢快速减少，生态多样性甲丰富性拄着正大影响。We know that we're losing biodiversity at a very high rate, and this is true on land and it's also true on our oceans. We also see that healthy oceans is a very good ally against climate change and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ur oceans are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regulate our global climate. 环保团体呼吁联合国伫2030年之前，将全世界30%的海域列做保护区，因为即马只敢若4%受保护，伤少。照即马徛鹅数量减少的情形来看，
甲南极海峡列做保护区是袂当的。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只有伫咧东半部甲西半部的山区有短暂雨。那明仔载就无共哦，明仔载有方面会通过台湾，虽然全台湾有可能拢会落雨。所以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有26度。伫咧中部的温度上加有15度，上悬是26度。南部的温度上加是17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6度。外岛是12度到23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